溫哥華華裔小姐競選2011記者會日前以盛大舉行，10位應屆華姐亦首次與傳媒見面。佢哋經過連日嚟嘅密集式訓練之後，喺記者會當日終於可以以全新形象會見大家。我哋今年嘅口號係飛向夢想，拓展美麗旅程。而10位佳麗已經一步一步咁樣向住自己嘅夢想進發啦。不如等佢哋自己介紹下自己先啦。首先有1號 Alicia 施穎瑜，2號 Jennifer 殷雅茹，3號 Natalie 張慧珊，4號 Alicia 張婉恒，5號 Erica 徐永坤，6號 Stephanie 黃清，7號 Lily 韓瀝瀝，8號 Ariel 柴活，9號 Vicky 陳偉琪，10號 Jamie 李文慧。聽完一班佳麗嘅自我介紹之後，佢哋仲即時嚟一場才藝大比試添。佢哋能夠搖身一變，成為令觀眾眼前一亮嘅候選佳麗，當然就有勞一班勞苦功高，每日都馬不停蹄去訓練佢哋嘅導師啦。而喺決賽當晚，我哋嘅司儀組合有靚仔主持陳本剛、台灣金鐘獎最佳主持人崔麗心小姐，仲有遠道由香港而嚟嘅新晉藝人陳志新，加上特別表演嘉賓，亦係由香港而嚟嘅陳展鵬，一定帶俾大家一個極富娛樂性嘅晚上。最後10位佳麗將佢哋手上唔同顏色代表唔同夢想嘅紗放入寓意將大家嘅夢想集合埋一齊嘅樽裏面，再由籌委會主席陳國雄先生賜予力量，令佢哋夢想成真。觀眾如果想緊貼住溫哥華華裔小姐嘅最新動向，可以喺你哋嘅智能手機裏面尋找 MCVB Canada， 免費安裝我哋嘅華姐 Apps， 就可以隨時隨地投入10位佳麗嘅美麗旅程啦！記住總決賽當晚12月7號星期3晚上溫哥華會議中心見。